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创世纪第9章8到17节，使徒行传第27章39到44节。今天的分享主题是永约。基督信仰建立于在约的基础之上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但是圣经除了我们在时常说的旧约的十诫以及新约新的诫命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事实上，在摩西的西乃山十诫之前，上帝就与人立约了，时常立约了这些约看起来好像是分开的、独立的，但是事实上，上帝的约是连续的，是永续的，是永恒的约，并且上帝也因为针对不同人的需求赐下了他的应许，我们说约定。上帝与亚当立约，一般很少人谈到这个方面。通常我们都认定是上帝创造的亚当，就吩咐亚当和夏娃去管理他的伊甸园。但是我们忘记了某一个角度，就是上帝跟他的立约，就好像是说，上帝要他遵行他的旨意，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不能吃，这是先决条件。然后他愿意遵守这样诫命的时候，园中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吃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，就是说，只要顺服上帝的命令，不吃园中那个善恶果的树，那这样的话，园中其他的可以吃的，都是上帝赏赐给你们的恩福。这是上帝的话就如同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立约，就是说，上帝要他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来跟着上帝走，这是顺服。然后他就必要领受祝福，然后呢，万人也要因为你来蒙福，这是亚伯拉罕他跟上帝的约定。所以只要他愿意顺服上帝，跟随上帝的话，那他就要蒙福。这个蒙福就是后面他得到后裔，并且领受那个应许之定。上帝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立约，那个条件是他们要到旷野去敬拜上帝。也因为这样子的愿意，就必要离开为奴之地，并且能够在西乃山下来领受十诫。更进一步，就必得到蒙福，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。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9章的记载，就是在上帝在大洪水之后与挪亚全家的立约。圣经记载说，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，我现在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，以及地上所有的动物，就是那一些跟你们从船里出来的牲畜、飞鸟等立约。我应许你们，所有的生物绝不再被洪水消灭，不再有洪水毁灭大地。我使我的彩虹在云端出现，作为立约的永久记号。这约是我与你们以及所有生物立约的。彩虹是我与世界立约的记号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在天空铺上云彩，彩虹在云端出现，
我就记得我与你们以及所有生物订立的约。洪水不再毁灭所有的生物。当我看见彩虹在云端出现，我就记得我与你们和地上所有生物所立的永远的约。这就是我与世上所有的生物立约的一个记号。上帝不但是跟挪亚立约，与他的家人立约，上帝还与所有的生物立约。这立约的记号就是红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上帝与世界立约的一个记号，是永久的记号，是上帝与世界所立永恒的约。上帝永恒的约，借着不同的时期，对于不同的对象，上帝有其不同的作为，因为人有不同的需求。虽然上帝的作为不同，但是上帝立约的旨意却是相同的，因为他就是借着他的里面提供人的需要，为了自己的名，使人得益处。无论在大洪水中的保守，或是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或是被掳得以归回，或是受苦的得释放，生病的得医治，都是上帝在世界上的永约之实践。使徒行传27章记载的押谢保罗的船所遇到的大风暴，船搁浅了。虽然是因为遇到船难而搁浅，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，搁浅相对的也代表了他们不再受到大风暴的影响，也不用在海上漂流，然后有沉船的危险性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因此得到了上帝的保守。圣经说，天亮了，水手不认识那地方，但是发现一个海湾，而且有沙滩，就决定想法子把船拢上去。他们先砍断缆索，把锚抛在海里，同时松开了舵绳，拉起了船头的帆，让风把船推向岸去。但是船因为冲到沙洲而搁浅，船头胶住，不能转动，船尾被大浪猛烈的冲击，破损不堪。兵士想把这个囚犯都杀了，避免有潜水逃脱的。但是军官想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妄动，于是下令会游泳的人先跳下水去，游泳上岸。其余的人利用木板和船的断木上岸，这样大家都获救上岸了。纵使这一艘船的船东，大多数的船员、固守犯人的官兵们，他们都不认识上帝，但是上帝却仍然赐下了他的保守的恩典，使所有的人都得到保守。正如上帝对挪亚说，这是世界的约，是永久的记号。无论我们的人生是靠岸或是搁浅，虽然个人的境况都不尽相同，但是能够得到平静安稳，有主的平安同在，这正是上帝给我们
基督徒所立下的永恒之约。诗篇93篇，上主掌权，他以威严为衣，上主以能力为腰带，大地坚立，不能动摇。上主啊，你的宝座自古坚立，从亘古你就存在。上主啊，深渊发出声音，洪流冲击怒吼。上主在高天统治，压倒了洪水的吼叫，胜过了海洋的浪涛。上主啊，你的法则是永恒，你的殿宇是神圣，世事无穷。感谢上帝保守我们，即便是我们遇见了人生当中的大灾难，就如同海上的大风暴一样，使我们能够有上帝的保守看顾，能够得到平安，能够领受赐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